今年啊，港股嘅新股 IPO 就異常火爆嘅。咁近日咧，又有一隻 A 股咧嘅巨無霸嚟香港二次嘅 IPO，呢隻咧就係海天味業啦。咁海天味業咧係 A 股入邊嘅藍籌股嚟嘅，佢嘅股價喺2016年至2021年咧係由25蚊升到上去219蚊嘅，嗰陣被譽為調味品入邊嘅茅台。不過咧，海天味業5年升100倍之後，由2021年開始，亦都跟個市況大幅調整，最多嘅時候調整咗超過75%。咁依家咧大概喺44蚊半喎。咁依家海天味業咧嚟香港咧就二次嘅 IPO，咁究竟值唔值得抽咧？中線值唔值得持有咧？我哋去探討下。咁海天啦，作為中國 A 股入邊嘅藍籌股咧，佢其實有好多佢自己獨有嘅一個優勢。首先嚟講，海天味業咧喺品牌方面咧就已經係有先天上嘅優勢㗎啦。佢嘅歷史係非常之悠久嘅，個品牌最早可以追溯到咧係清朝乾隆年間佛山嗰啲古醬園嘅。咁佛山咧因為個地理優勢上咧，一直咧喺嗰啲黃豆糧曬啊、製造豉油呢方面咧係得天獨厚嘅。咁做嘅豉油咧或者叫醬油啦係遠近馳名。去到1955年，佛山市政府咧就將25間古醬園咧合併重組。咁由於咧海天醬園咧歷史最悠久，同埋亦都最有名，所以新成立嘅醬油公司就叫做海天醬油廠啦。改革開放後啦，海天醬油公司亦都係最早咧係去中央電視台嘅新聞聯播入邊咧賣嗰啲片頭廣告嘅。所以喺大陸咧喺全國嚟講，海天味業亦都係知名度最高嘅一間調味品公司。海天嘅第二個優勢就係佢係調味品公司入邊嘅絕對龍頭。按2024年收入計算，海天已經係連續28年啦，係中國最大嘅調味品公司嚟嘅。咁佢嘅產品裏邊啦，最賣得嘅就應該係醬，我哋香港叫豉油。咁超過咗公司入邊嘅收入咧係50%。豉油嘅銷售同埋生產，依家無論喺中國大陸定係全球界都係第一嘅。佢喺中國大陸嘅市場佔有率咧去到13.6%，係超過第二位嘅3倍。第二個產品就係蠔油啦。海天蠔油近年呢個發展咧，亦都係好迅速嘅。而家呢個市場佔有率無論喺中國大陸定係全球都係第一。咁喺中國大陸嘅市場佔有率咧係去到40.2%，咁佔2024年海天嘅收入咧係去到17%嘅。蠔油同豉油兩種產品咧對海天嚟講嘅前景咧個重要性有少少唔同。蠔油咧喺中國大陸嘅滲透率咧，即係調味品嘅滲透率咧，暫時嗰隻咧22%，而豉油嘅滲透率已經去到90%㗎。所以講咧，海天嘅未來嘅增長咧，蠔油係一種好重要嘅產品嚟。海天嘅第三個優勢咧，就係佢嘅商業模式非常之簡單，只係生產同埋銷售調味品。但係因為佢嘅規模足夠大，年產量咧大概係500萬噸嘅，所以講係足夠嘅叫座力同原材料嘅上游公司簽訂大額同埋長期嘅合作協議，從而有效咁樣去降低嗰個成本，同埋保證嗰個原材料嘅質素，從而達到咗就係全產業鏈嘅有效控制。至於下游嘅銷售，海天味業係採取先付款後交貨，咁呢個咧亦都令到咧海天味業嘅應收賬係近乎冇嘅。第四個優勢就係海天嘅毛利率係較之於同行係高嘅。另外，海天嘅代息負債咧係極低嘅。基本上咧係冇應收賬，所以咧海天嘅派息比率咧係可以豪爽到去到75%。海天咧有眾多嘅優勢啦，派息又豪爽啦。不過咧，自從2021年開始啦，海天嘅股價咧就係跌跌不休，而呢2年咧甚至係低位係徘徊，令到投資者咧就係幾失望。呢一方面咧主要就係疫情同埋疫情後嘅消費嘅復甦係比較疲弱，影響到海天咧60%嘅產品其實係賣俾餐飲行業嘅。疫情期間好多嘅餐飲嘅商家咧，其實經營非常困難，而疫情過後咧，大陸嘅餐飲嘅復甦亦都係非常之緩慢。呢一方面咧，對於海天嚟講咧，造成咗一個需求上嘅壓力。另外喺2022年開始，大豆嘅價格咧係不斷咁上升嘅。呢一方面咧，對於海天嚟講嘅成本咧，亦都造成一個比較大嘅壓力。直至到上年啊，2024年大豆價格開始回落啦，海天嘅毛利率咧先至開始咧就係企穩同埋開始反彈。我哋可以話咧，調味品係屬於一個弱周期性嘅產品嚟嘅。咁即係我哋如果喺一個通脹嘅周期入邊，我哋可以睇到咧調味品嘅零售價格咧個上漲表現咧係通常會多過 CPI。咁但係如果喺通縮時間咧，咁佢調味品嘅下跌嘅幅度係會少過 CPI 嘅下跌嘅。呢個咧對於投資嚟講咧，可以係一個逆周期嘅一個選擇嚟嘅。咁因此咧，調味品公司咧，
係一個具有公用股屬性嘅一個產品，咁係非常之適合一啲穩健性嘅投資者，尤其係喺經濟唔好、市況唔好嘅時候咧，咁條微穩公司咧其實咧係會有一個比較好嘅一個抗跌能力。海天味業咧而家嘅估值咧大概係38倍 PE嘅，喺歷史嘅角度嚟講，咁當然係偏低啦，但係從一個絕對嘅估值價值嚟講，其實都唔算平㗎啦。而至於而家海天味業喺香港2次 IPO，咁我哋去抽唔抽咧？咁我想咧就係等一等佢嘅招股書出嚟先，咁就睇睇個定價幾多，然後再同大家跟進翻嘅。咁最後，如果大家對於咧一啲新股有興趣嘅，咁可以係點讚、分享同埋 follow 我哋嘅 channel。咁多謝大家。如果你都中意 Vincent 嘅片嘅話，就記得訂閱、讚好同留言啦。仲有記得分享出去俾朋友。下次見。